模范啦，將藝婦卡夫圈啊，最近有開嘅意大利嘅餐廳哦，看起來仲厲害呢。你了你來試好冇啊？好啊好啊。不過啊，我按樣看來看去吼，還係吃到嘢客家料理最好食啦。嘅鹹菜控肉啊，還有炒鹹菜，還有嘅控肉。我知道吼，有兩隻小阿妹啊，對上一擺來雅婦卡過後啊，3頭2尾就走到雅婦卡，最近就搶眼呢，韓國人講嘢到，完全就係當作去雅婦卡用的呢，做唔得，我聽說愛請到的事情不一樣做。你家因為呢？你剛好講到很多東西啊，講乜跟意大利麵啊，韓國薄飯啊，韓國鹹菜滾控肉啊，韓國炒鹹菜，很多東西。你會做乜啊？我當然唔會啊。唔過啊，我當會試咯。當會試呢？當會試，我也會試啦。咩戲啦嗬？鼓手，因為俺呢，你家係有女朋友啊，做唔得完全唔會做啊。鼓手，今日我要講好了，搞一個料理遊戲。料理遊戲。有香冇啊？係嘅，當香嗬。鼓手嗬，剛剛你兩三位13年上愛食嘅意大利麵，啊13年又上愛食傳統嘅客家菜有冇？有。鼓手今日我做嘅料理就係客家炒肉，放入意大利麵哦。放啲意大利麵啊？當天片嗬。當天片呢？鼓手要找嘅油魚啊，我幾件攞佢浸水、浸鹽水，含個溫少嘅水，幾件攞佢浸咪差唔多2、3點鐘。鼓手佢下幾件完全軟軟嘅，按你軟軟的下就做得用了。好，鼓手，我嘅頭路今日就做到呀，村內搞半日到了，搞本賣，搞本你，係啊，搞本你㗎，做到呀下天。你咪搞料理遊戲係。料理遊戲三下強係冇，我本來呀，牛類吼，就是阿姊一樣嘅吼，切一條一條，牛咪係切牛絲，先切片，再個切一條一條。然後吼，你家也係豆腐乾，豆腐乾清好食咩？清好食，你就攞佢切一塊一塊，用牙切吼，冇一小用嘛，看切用好似我本愛切吼，所以冇切到數哦，一塊切4塊，然後呀，辣椒嘅啊，我呀嚟夾嘅，然後佢切幼幼。OK，好啊，冇名到底度我用，係個筍嘅啊，攞佢撲啊撲變來，做錯嘢嗬。唔係用樹呀，刀嘅，用刀嘅啊，刀嘅變刀呀，係用撲，用一下。譬如我你用刀嘅，唔用樹，動快嘅。好，係個呀，一片有葱嘅啊，筍嘅啊，係個芹菜，酸嘅，一兩嘅係葱嘅老筍嘅，酸嘅，我就對你本唔錯。人唔對重嘅呢？冇叫用，你看呀，葱嘅啊，底部有中孔，有中孔嘅葉嘅，個筍嘅就係從一片，冇叫用呢。原來你家連葱嘅筍嘅都本唔錯。唔掂咧嗬，可以啊，省到係用啊。你係葱嚟還是筍嚟？又係拳菜，藝子，一般嘅藝子啦，好，要的長菜全部切一節一節2公分2公分哦，差唔多，就好唔是拿出來了。好，藝想藝切3公分，你穿掹面。冇，鼓手一下就咁樣嘢得了。藝成一些個啦，係阿里動態，動作開始，加油！加油！咁樣嘢得了。今日先切下肉嘅豬肉，鼓手先切一條骨幹吼。唔過基本上我做嘅炒肉啊，你有啲北部嘅炒肉同南部嘅炒肉冇區用冇？愛啲，我愛咧係負責兩肉，還有油嘛。古時候你南部嘅客家人就會講炒油，嘅北部嘅就會講炒肉，還係小炒。因為呢，你南部嘅客家人主要就會用油，嘅北部嘅主要就會用肉啦。哇，真厲害呢！厲害哦，看唔出來你厲害啊！過後花工嘅按到，以前
用肉還盲切動刀，挑夫佢咩冇切動刀哦。大家他就人講翻啦。你懂上門呢？你知道我英兄弟嘅看綜藝節目窮喲。剛剛我哋係遊戲呢，係挑戰，好歡樂係炸廚房啊呢個心情動好。係訓練營係冇？真勁呢！加油加油！客家新 Q 訓練營。嘿，客家新 Q。你用公分吼？嘿。啊！哇，壓力動開呢！哦，哎呦，因為真勁動難處。而家可能捱掉一下毛啊，佢毛啊！好啦，你講唔好聲，當初做得啦，做得啦，你切到同我幾雙嘅？幾捱你，幾捱你，做得做得。做得啊，好。你用公分呀？幾多公分？你用公分。唔講個重調嘅係嘛？重掉嘅，它重掉嘅，按用。哦，好。哦，OK，你用功夫按用吼。嘿 ，OK。我喺切用咧，好用嘅。牛掉硬，唔好切，哎呦，阿志瑩做得冇？做得切它粗掉嘅，粗掉嘅哦，唔是按油係冇是？按 U。愛啲嘅，愛本意咧懂簡單嘅東西。大概東西。來，哦，要最後，要最後。阿志瑩有知道阿權摸一啲陷害人力冇冇啊？啊，咁幾千大型嘅，係本來咧見到啊。愛好心球訓練營呢。好啦，咩嘿吼？哦，你看兩個就親家咧哦。好，按用做得吼。好，生下來幫得這位紅酸呢。可以。哎呦，OK，做得，哎乖哦，乖哦。做得。我拉這位哦，哎呦，拉這位係嘛？嘿，那這位。你講地擺都做唔定名嘅嘛？苗都會用用，切按用切，按用切。都做得。哦，都做得哦。你歡喜，順數就好。好，按用做得冇？做得。哎，1公分呢？1公分。好啦，做得，你哈一段。我按下講嘅哦。 1公分呢，小姐，1公分不是這樣嗎？1公分，按用做得冇？1公分差唔多按。哦，好。按用做得冇啊？好，韓國邊都順風。等下。好，要低頭就冇嘢。哦，好。那邊順風。用順風。好，生下來。哇，生下來呀，懂難呢。唔會啦。抱一下嗬。嘿，安尼，嘿，韓國冇名都幾片，再嚟過一下哦。哦有誒，你知道你真叫進步呢，都像誒個拍文字強用誒。冇講咁多嘅嘅，係唔是切咧？唔是切啊。泡一下就做得咧。泡一下就做得。按 U。好。今日嚟做得按用全部向下。做得試看呐。嘿，做得好。做得咧。好，嗰時候一下料全部就準備好咧，我來用米包爐好來米包你睇裏面哦。米包爐。米包爐。係啊。米包爐做得。啦。係冇聽過誒。從頭到尾用呀上嘅哦，上嘅面來做哦，等下去拿小水哦。等陣來。米包爐都係7張位按用啊。係啊，奇怪啊，買7嘅用。馬上就準備好，要上嘅面呐。韓國呀，準備一個動態嘅文過，韓國拿出呀嘅面。雖然講團結就係力量，唔講硬係後嘅台最係呢。不好意思，有點粗魯，真功夫呢，哎呦，反正就係兩個後台哈，後台以後你就加少水落去，加少水落去以後，就做得是還能愛用鹽，愛調味一下，因為你睇裏面啊，佢啲嘅煮嘅時間愛有一些嘅味道，不用按呢，它到底有冇相干，不用落去，你鹹唔鹹咩？嘿，愛本嘅有一些嘅味道，好誒，以後按用就不用到米包爐，因為其實基本你愛做嘅量啊，有2-3人到3-4人嘅份，嗰時候米包按米包都較久哦，韓國因為啊水凍到，嗰時候唔是講佢會糟蹋，就按用大火米包1分鐘就好了。1分鐘？對，不用落去。好啦，兩個小公主你都已經天數愛動到誒，韓國咩做啲身體有訓練到誒哈？哦，有100分，大概要去趕過100分那樣嘢嚟嘅啦。好，哎呀，嗰時候生下來嘅幾天而
嘅温度，嗰時候係愛來好，味道人家就嘅安全。其實我哋未做得啦，真嘅咯，我哋未做得啊，真嘅咯，嘅來。原來你最後呀，最強嘅啦。好啦，嗰時一下就繼續來開始煮了。好，等入鍋嘅燒，油燒嘅以後就做得做得香嘅東西，也就算咧，然後偏香嘛，對，偏香，然後佢放落去。哇，愛食你哦。嘿，偏香嘅，然後佢放落去。嗯，味道又出來過後。還有其他要香嘅東西，比如講像誒蔥嘅啊、蒜嘅啊，也有啪啪蔥嘅啪啪嘅蔬菜，蒜嘅硬硬嘅蔬菜，反正你看到啪啪硬硬嘅光就攞佢帶落去，啊冇得到芹菜哦，芹菜係好唔用嘅，好就看到拍嘅太節咧，就攞佢帶落去，攞佢炒炒啊，有香咧，有誒哈，佢種啲聽說啊倒肉落去冇，肉好。倒落去就好，倒落去就好誒。倒，好，好，好，切到做得咯。好，生好了油嘅，做得倒落來。好，做得落去，倒落去。哇，入面係愛煎嘅哦，很香哦。做得啦，凍醬，啊，用用落去炒炒啊。哦，有咩事重要呢？呢度用嘅米絲嘅哈，嗰時候可能啲副卡炒呀，零沙全部就會來靠我誒，有咩來食一頓飯？好，生下嚟係挑夫幹，來嗌嗌來咧，100款嘅挑夫幹，落去100款，要學啱樣做得嗬，做得。好，生下來其他嘅青菜落去放落去，呀芹菜啊、蒜嘅啊、韓國蔥嘅全部就放落去。再個俾佢炒炒啊。好。炒好以後，剛下米包好嘅泥態裡面，就得拿過來。哇，有這種神奇嗎？真嘅呢。泥態裡面米包12分鐘過後啊，就整形從組合嘅泥態裡面用嘅。就做得撈佢標落去。好，然之後我撈炒肉，撈泥態裡面結合了。他們是個愛用嘅料理嘅。好嚟，倒落去。哇！好，生下來再同佢有調味一下。調味愛加乜嘢東西？調味愛加調油，還有米酒。加一點米酒。看起來唔會香油誒。係啊，冇調油。然後是孔天啊，調油。因為以前講是嘅客家色炒就講香油誒。哦，有。哦，仲香誒，真嘅。好，按用青米啊，加調油，加調味一下，韓國迄個麻辣鹹嘅話，再個加一些的鹽，調味一下，就做得中盤，然後就食飯了。耶！食飯太搞到我呀！哦，係香哦，夾夾啦，好啦。凍香，凍香會水呢？好啦，夾食。邊條是咧？好喲，哎，知道啊，看到吼佢兩啥，哎呦，按蠻久嘅用誒，雖然吼3條兩件就做到卡不卡哦，煩都煩死。唔過算嘅啦，料理輕重要嘅係就係愛愛嘅人食到歡喜啊，唔看佢兩啥，食到按歡喜，按用嘅咪一歡喜啦。雖然愛凍香嘅幾3年來，哎呀，算了，啊，好什麼啊？